Hello，大家好，今日就係介紹深圳灣口岸站嘅車行站。上集介紹完人才公園，今集到深圳灣口岸啦。咁呢個就係今期介紹嘅最後一個站啦，亦都係日期南段最南端嘅站啦。咁啊，左邊呢份呢就係2024年12月版本，右邊呢份就係2026年6月版本嘅。中途呢就會插播呢份2025年12月版本嘅。咁打開第二頁呢，就有少少嘅車費表啦。咁我哋就係喺呢個深圳灣口岸站嘅13號線嘅呢度啦。然之後呢個咧就係喺呢度啦，深圳灣口岸，同呢個咧就嘟咗上嚟呢度嘅深圳灣口岸啦。然之後我哋睇下呢個路線圖啦。咁啊，深圳灣口岸就喺呢度啦，呢度啦，同埋呢度嘅。咁未來咧就會延伸3個站啦，就到東角頭站可以轉乘2號線嘅。咁呢個有呢個南行嘅下一站咧，就係呢個暫定個名咧就係叫潮汐公園嘅。然之後就係呢個歌劇院啦，嚟到東角頭嘅，可以再轉乘2號線啦。然之後我哋就睇下呢個街道圖啦。咁啊，街道圖咧就係都類似嘅。咁咧，深圳灣口岸主要都係用嚟出入境啦、深圳啦，同埋來往深圳同埋香港嘅。咁呢個站咧就係入面呢有個位置啦，就係俾香港管轄啦。然之後巴士就駛入嚟啦，然之後旅客落車啦，然之後經過呢度就出到嚟呢度深圳灣口岸站。咁啊，我都去過幾次啦，都幾方便啦。咁上面咧就有顯示你人才公園啦。咁啊，毫不猶豫咧，咁啊上北去咧就係呢個人才公園站嘅。咁未來呢度延伸落去咧就落去潮汐公園啦。然之後歌劇院啦，然之後東角頭咁嘅。咁啊，呢個就係之後二期南延，可能係2027年左右，或者2027年左右嘅事，或者之後嘅事。好似我覺得都未必可以今年內通車到，即係二期南延段。然之後咧，我哋就睇下呢個嘅地標方面啦。地標方面咧就係呢兩個版本之間咧就係加咗個商鋪啦，就瑞幸咖啡啦。然之後而家咧就加咗多3個商鋪，咁有中國移動啦，近 C 出口，然之後涉嘅插貨近 B 出口，同埋呢個匯瑞通啦就近 C 出口嘅。咁啊，公共交通咧就係呢度大改動啦。然之後呢度同呢個之間咧就呢個叫望海東濱路口啊，就轉咗呢個叫深圳灣口岸地鐵站啦。咁啊，啲出口一樣都全部都 label 橙色噶啦。好啦，然之後我哋睇下呢個最後就睇下呢個位置圖啦。咁啊，位置圖咧就係呢個站係最特別啦。咁啊，唯一一個唔係用倒式月台嘅車站嘅，咁係用呢個好似叫西班牙式月台咁啊，即係側邊咧兩個側式月台，中間有個倒式月台嘅。咁啊，列車駛過中間咧，即係個車站開左右邊咧都係有月台嘅一個概念。係啦，咁啊一開始冇呢啲機 logo 啦，同埋對講機 logo 啦，咁加咗落去嘅。然之後有一個 A 出口呢個冇咗條梯啦，咁啊之後更新翻啦，就加翻條梯落去嘅。咁一開始都有好多錯漏百出嘅嘢啦。B 出口都一樣啦，同 C 出口都一樣。一開始個版本咧，2024年12月版本咧冇咗條梯嘅，咁啊之後加翻落去啦。咁啊 A、B、C 就有3個出口啦。咁我唔記得咗邊個最近呢個口岸㗎？睇翻個位置就知，好似係 B 出口啊，最近口岸嗰個出口。然之後係啦，一開始就由到呢個即係深圳灣口中南端嘅終點站啦，所以兩邊都係發車嘅，去北行嘅。咁啊，一開始由高新中站啦，到呢家唔知點解箭嘴別咗佢哋右邊啦，到上屋站啦，然之後而家到李松朗站呢邊嘅。咁啊，大棠站呢度啦，咁咧都係幾特別啦。咁好似有個大棠嘅天花板，好似有個中國結嘅圖案嘅。咁啊，藍色啦配白色柱嘅。咁啊，一開好多次咧，嗰個
有嗰個通車活動咧，呢個站都有份嘅。我記得2次，計埋一開始有3次啦，3次嘅通車活動，呢個站都有啲特別嘅活動。一開始有個簽名場啦，同一啲打卡嘅位置啦，咁啊，然之後咧就個打卡位置有保留嘅，然之後1期北段嗰陣咧就好似有嗰個蓋章活動都喺呢度有個站舉行嘅啦，然之後2期北段就有所站嗰個打卡嘅位置同一個好似嗰啲遊樂場嗰啲轉嗰啲設施，即係有個正方體，然之後有9宮格咁樣轉嗰個嘢，係啦，咁一開始2024年10月啦，然之後2025年10月到2026年6月啦。咁呢度值得一提啦，就係深圳灣口岸呢邊個車站資訊咧，就係呢邊冇嘅，因為終點站嚟嘅。好啦，咁我哋就睇下呢個嘅車站資訊啦。咁開站時間咧就冇變過啦，都6時20分啦。咁關站時間就延遲咗27分鐘啦，到凌晨0:13分嘅。咁北行方向嘅首班車冇變過啦，尾班車都冇變過嘅。咁往深圳灣口岸就冇啦。好啦，所以我哋今日集就介紹完呢個深圳灣口岸站啦。咁我哋今一期介紹晒由一開始2期北段嘅車站啦，到而家1期北段啦，到而家最嬲尾1期南段咧。咁呢度一共26個站嘅車站指南咧，就都介紹完畢啦。好啦，所以今日集嚟介紹深圳灣口岸站嘅車站指南咧，就到此完畢啦。咁多謝觀眾一路以嚟收睇今一期嘅車站指南介紹，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